感谢主，咱过三甲主日来敬拜咱的主。这时，咱甲边仔的人讲，会当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真好。感谢上帝，让咱伫这个稳定的时间，做伙敬拜主，做伙学乐主，嘛做伙服侍主上帝。咱拢是上帝子民，伫教会内底，咱独独来敬拜主，嘛用阮的声音，专心专意来学乐耶稣。因为耶稣是咱的至好朋友。每一摆来到教会，每一摆主日礼拜，拢是甲主耶稣过一摆的亲近。每一摆的亲近，相信主就过一摆摸着咱的心，互咱嘛伫遮做伙敬拜上帝。做伙学习上帝的真理，上帝教示咱爱常常喜乐，不断的祈祷，爱凡事感恩。感谢主耶稣的听，常常伫咱的心中，互阮拢真做一个有温度的人。伫遮，因为互上帝的听。来摸着每一个兄弟姊妹彼此关心，互相来祈祷，拢互阮伫遮真做搁较好的人。这时，我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当作歌甲欢乐，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肝常常喜乐面。就是耶稣，当作歌甲欢乐，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肝常常喜乐面。这是
这时，咱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恳求主帮助咱，毋嘛伫主里，更加是伫每一日的生活中，拢会当甲主来相结连，领受主对主来的属灵开咱，求主赏赐谦卑的心，互咱愿意摒空家己的骄傲甲固执，互信心来充满，引带一生的道路。咱做伙同心开声来祈祷。带领我们的生命，主要真的是让我们在主日当中，主要是更加的来依靠你，更加的来，哈利路亚，主要真的是全心的来，主耶稣，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我们是来怜悯倾向的身上。第二，咱嘛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建立家庭的祭坛，恳求主，互救恩的喜乐进入每一个家庭，全家同心来祈祷，灵修，加做热心侍奉主的家庭。也恳求主赐福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伫基督内面同心使用对主来智慧管理家庭，疼惜引带后一代信仰生活，互每一个家庭成做福音的见证。咱同心开声做伙来祈祷。三，咱嘛为着富强教会行止设教50几年，新的时代来建造异象，甲教会宣教事工来祈祷，为着牧者团队、干事、长职、团契首长、团长、区长、小组长来祈祷。福建教会是一间活出听的教会，积极传福音的教会，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恳求圣神带领咱的牧者团队、首长、组长、正会友有火热服侍的心志，咱做伙同心开声来祈祷。
第四，嘛为着今仔早起的礼拜，各部门、服侍团队、牧师的讲道来祈祷，恳求主的圣神临到每一个兄弟姊妹，保守带领今仔早起的主日礼拜，主的恩典满满，甲咱伫地，主的神临在保守，请咱同心开声来祈祷。为了你，主的地方，主啊，在上面，上面，哦，哈利路亚，在天上，哦，哈利路亚，在上面，主啊，为这次主你来带领我们，哦，哈利路亚，主啊，为这次主你来带领我们，给你的灵告跟他在一起，给你的灵告给他的姊妹信主，主啊，给你保守给他的姊妹。的力，守护中告慰，亲爱的主耶稣，阮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阮的祈祷，感谢你赐下祈祷的权柄，互阮用祈祷甲你亲近。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有力量、有方向。主耶稣是你的身躯为阮死，主耶稣是你的保护为阮留，是你救赎阮的生命，带阮赢过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主耶稣，我要向你承认阮的软弱，在阮面对环境困苦的时阵，阮有惊吓；当阮面对身体有病痛的时阵，阮的心中满是艰苦。主啊，就伫阮的生命道路充满不安、充满试炼的时阵，你的话语就来安慰阮的心。你讲，你会行伫阮的头前，你要甲阮同在，你袂放下阮。是你甲阮讲，毋免惊，求你的灵来带领阮。互阮伫风雨中悠然有信心，互阮伫失落当中悠然会当放手交托互你。主耶稣，阮较无你的同在，阮较无你的同在，有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主耶稣，阮较无亲近你，放上阮的心，就搁一摆等来你的听，互阮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互阮的生命充满快乐甲愿望。主啊，你永远是阮的瓦靠，阮一生要永远属伫你。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当作歌甲烦恼。大福气，万事拢通对讨。心我常常是路边。
做歌甲欢乐，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花常常喜乐平安，道道过路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真心，袂有放心交托主。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同做歌甲欢乐，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花常常喜乐平安，道道过路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真心，袂有放心交托主。这时，我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真真地爱你，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乐乐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乐乐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乐乐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主，我要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
上你稳定，我的主，我要敬拜你，以你宝座前，我所上你稳定，我的主，我要敬拜你。哈利路亚！咱做回来俄勒，咱的主上帝，感谢主。大声欢迎主我，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门，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和乐意，满表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小我，你是主，上大的骄傲，你是丰盛的王，耶稣，每天我来敬拜你，哈利路亚！耶稣我君王，我乐你。大声欢迎主我，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门，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和乐意，咱就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小我，你是主，上大的骄傲，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乐你。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小我，你是主，上大的骄傲，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们永远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乐你。你是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小我，你是主，上大的骄傲，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乐你。耶稣我君王，我乐你。耶稣我君王，我乐你。咱这回来唱信息。
亲爱的主，我们来学了你，用阮的专心，用阮的专灵，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的恩典。主，我们来学了你，因为你有奇妙的权能，你有奇妙的作为，伫阮每一项的身上，互阮看见到你无限的恩典。主，我要学了你，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互阮透过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改变，互阮通真做是你的囝儿女。主啊，我们用阮的性命来学了你，因为你互阮搁一摆更新有新的性命，追求着人生的喜乐，追求着人生的平安。主啊，求你伫早起时的礼拜，互阮搁一摆来学了你，搁一摆来回应你的恩典，搁一摆也看见到你新的作为，就伫阮的身上来发生，也伫阮这场礼拜，伫阮的教会中不断来发生。愿主你的圣神也充满伫这个所在，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透过你的圣神，搁一摆来感动阮，来启示阮，也互阮伫早起时的礼拜，也搁一摆看见到主你的阳光显现伫这个所在。愿今仔早起时，真做是一个荣耀的礼拜，将一切的阳光、尊贵拢归乎你。愿主你亲自保守、引带。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你的杯，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的亲像伫天日。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咱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的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记载伫启应文28。诗篇118篇，我来启会众来引。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加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机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起师的节，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同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上悬的敬拜。感谢你的听，借着耶稣基督，叫我重生了阮，互阮有活泼的愿望，也得到无败坏、无垃圾、无衰退，伫天顶的基业。伫即个新春开始的时阵，使阮纯净的心追求你的圣洁。耶和华，阮的天父，今年是富强教会50岁，阮为着过去每一档的恩典，向你
献上感谢。每一步拢是上帝你亲自的带领，伫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困难中，你的手拢毋捌离开阮。主啊，你是圣经所讲的话籍，虽然被人弃杀，但伫你眼中是受拣选、上宝贵的。阮也为着富强教会，向你祈求，愿阮拢会当成做一块搁一块的话籍，互相连结，由上帝来创造阮成做灵的殿。嘛求你看顾教会的事工，帮助阮伫服侍当中得到引带，性命有亮光，跑走袂野身。主啊，阮嘛是受你所拣选的子民，属上帝的百姓。求你使阮有勇气甲智慧，伫社会甲家庭中有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用好品行来宣扬主的福音。因为主你所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因为伊所受的鞭拍，阮得到医治。你的医治甲透放，一直拢是阮上大的愿望。虽然阮知医学有限，人的聪明嘛有限，但在你无难成的事，搁一摆，阮要将阮的重担交托，信靠伫你的内面会当得到完全。人民人的主，你是和平的君王，阮也为着最近中东的战事、战争带来的失丧，求主来掌管，来保守世界的平安甲稳定。今仔日，阮嘛要恭敬来守礼拜。求你的话语来更新阮、坚固阮，愿以马内利的神甲阮时时同在，眷顾阮跑走每一天的路程。愿你听阮的祈求，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上帝的话记载伫彼得前书2章第4到第10节，我来读。着亲近主，伊是活着，虽然互人弃杀，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贵。你嘛着即个活着，互上帝用来起造属灵的殿，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因为圣经有记载。看咧，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是上紧宝贵的触角石，信的人绝对袂失望。这块石对于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无信的人，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伫别位有记载，这块絆脚石是互人跋倒的石，毋顺坦道理来跋倒是上帝的安排。毋过，恁是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有照恁出黑暗，伫伊灿烂的光明。圣经讲，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上帝的子民。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即马得到伊的怜悯。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的人。赞美咱请圣歌队，因要所献的诗歌是《我愿奉献》。因此说，咱请曾牧师正道，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属神的子民。
现在希望大家平安。感谢主透过拄仔圣歌队所唱的诗歌，特别搁一届甲咱鼓励，也甲咱提醒，上帝恩典教育咱每一个人，通领受，互咱每一个人逐日拢伫上帝的保守，伫上帝的看顾中，一步一步来进行。感谢上帝，搁一届引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伫伊的圣殿，咱做伙来敬拜伊。做伙来学乐伊，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来到伊面前的兄弟姊妹，透过咱伫遮做伙组织敬拜，也透过咱伫遮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语，搁一届领受到伊的真理，搁较明白主的心意，也透过咱伫遮早起的礼拜，
互咱搁一届得到对上帝遐来重新的快乐甲活命。伫咱开始分享上帝信进前，咱搁一届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搁一届呼召阮来到伫你的圣殿，和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你，同齐来学了你，同齐来孝顺你的恩典，也来看见着主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主啊，求你伫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心，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心，互阮无受任何的阻挡，无受到任何的搅吵，专心一意注神伫你的身上。搁一届要透过你的话语，互阮得到帮助，也求主你的圣神来启示阮，求你真理的神、真理的圣神伫阮的心中来运行，互阮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搁较明白主你伫你圣经中，你对阮每一个人美好的计划。愿主你来赐福，愿主你也来保守。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4节到第10节。今仔咱要做伙看这段的经文。也是过去伫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讲。伫过去咱咧做伙分享上帝的话语，伫分享这个主题时，咱头一个，咱透过以弗所书，咱了解生命的更新，互咱知咱接受耶稣基督，咱来到伫教会，毋是加入到伫一个宗教的团体，搁较重要是咱每一个人的内心。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更新。伫迄个的第2讲分享安怎起造咱的根基。咱透过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譬如，耶稣讲听到伊的话搁去行的，就亲像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风吹雨来，也是大水冲，这间厝悠然稳稳徛伫石盘顶面。得甲咱讲咱的生命。毋若是更新，搁较重要是听见主耶稣基督的话，听见主耶稣的教导，咱就去实行，咱就去遵守，安尼就互咱的生命搁较稳固。伫这个系列第3讲，咱搁一摆透过以弗所书，伫讲内在的力量，互咱知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快乐，毋是靠伫外在，毋是用咱的外在有偌好的表现，毋是咱的外在有偌尔啊好。是圣神伫咱内面来工作，是圣神伫咱内面充满，互咱得到真实的快乐。伫这个系列第4讲，咱透过约翰福音，耶稣讲葡萄树和葡萄的树枝的这个譬如，若是结连会结果子，而且是结了侪侪。主耶稣讲，咱爱常常伫个内面，和伊有好的结连。伫顶一届分享，咱透过诗篇119篇。互咱搁一届用上帝的话讲，伊的话是咱脚前的灯，是咱路上的光。互咱搁较清楚明白，主的话是咱生命的引带，是咱生命中重要的根基。最后一个，伫这个系列要分享的，咱要透过彼得前书，咱来学习，咱嘛做伙来思考。头前所分享遮侪，特别伫讲咱个人生命的更新，讲到生命根基的起造，但是最后咱知，信仰毋若是咱个人的代志，信仰毋若是家己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得到造就尔。搁较重要是咱互上帝呼召出来，咱诚做是上帝的子民，咱互上帝呼召出来，咱诚做是一间教会。所以信仰的根基、生命内在的改变、内在的更新，毋若是针对家己得到帮助尔。搁较重要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组织，做伙受到鼓励，做伙受到更新改变的时阵，
咱安怎真做一个属伫上帝的子民，咱安怎真做是一个互上帝欢喜的教会。所以今日要透过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10节，耶稣的门徒彼得伊所写的这段圣经节，咱做伙来学习，然后做伙伫这段的经文当中，咱做伙来看上帝有啥物款的心意，对咱的教会，也对咱每一个人要来讲话。咱知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伊要写互伫当时伫迄个即摆土耳其的这个地区遮的信徒。当时遮的信徒，毋但有外邦人的信徒，嘛有侪犹太人的信徒。所以，若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伊安尼讲，伊讲伊要写互分散伫迄个土耳其所在遐的信徒。所以，遮的分散，毋但是有毋但是讲原本的遮的外邦人，嘛讲伫因为受到真大的迫害，遮基督徒分散到伫土耳其遮的信徒。伫当时，遮军队耶稣的人，遮相信耶稣的人，因受到侪的困难，因为伫当时因的文化内面，因对遮相信耶稣的信徒，对着这个信仰有侪的误解。因认为讲这个信仰哪会当食人的血、食人的肉，认为讲这个信仰所讲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伫当时的信徒，因要明白耶稣基督，因要接受这个信仰，因爱受到真大的挑战。甚至遮个基督徒有人互人受掠去钉十字架，甚至当时的罗马的皇帝搁较残忍，因将基督徒拔伫这个叉头，然后将因点火，互当作是暗时的灯。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受到真大的挑战，真大的迫害。伫当时的文化，伫当时的社会，因有足侪的误解。当然，伫即摆的台湾，伫咱即摆的社会，可能袂受到遮严重的挑战，可能袂受到遮严重的遮的迫害。但是咱犹原知，伫即个社会，伫可能甚至伫咱的家庭，有人犹原搁伫咱的家庭的成员，可能个人还袂认捌主的，可能就会对咱所信仰的，对咱的基督徒会产生怀疑、产生疑问，可能嘛会产生误解。彼得写这个批，写彼得前书，或者的信徒，是要提醒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甲因讲，恁的身份毋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恁的身份毋是这个世界所会当决定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遮的信徒，搁较重要的身份，是用为上帝的心意，是对上帝的旨意，是对上帝伊对每一个人美好的心意。所以，伫当时迄个时刻、迄个时代的基督徒，因所拄着侪的迫害，甚至受到因性命的威胁。但是彼得搁一届甲因提醒，当相信耶稣基督，要真做是一个军队耶稣的人，搁较重要爱知有一个搁较清楚重要的身份，毋是这个世界安怎讲，毋是这个社会安怎定义，毋是这个价值观安怎看，搁较重要的是上帝安怎看。伫咱带所读的这段经文，咱看见一直出现一个特别的文字，一个特别的词一直出现，叫做石头，也是外石。拄仔讲彼得要写彼得前书的时阵，伊拄仔写互外邦人以外，伊嘛有部分要写互相信耶稣基督犹太人。咱知犹太人因生活虽然生活伫希腊罗马的时代，但是伫犹太人因犹原嘛是会了解希伯来文。伫这段经文不断出现一个字叫做石头，也是拄仔讲的讲外石。希伯来文内面的石头，伊的音非常含一个字非常亲像，就是囝儿，也是囡仔。希伯来文的这个石头，伊在形容的伊的音，咱咧讲含这样的囡仔，也是讲囝儿，伊的音非常的亲像。所以当咱了解彼得在写这个批的时阵，
咱搁了解讲，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类似的音，伊可能代表另外意思的时，等下咱搁一个来看这段经文，互咱搁较深来思考。当端咱伫读经文，伊讲恁着亲近主，因为伊是活石。彼得在讲着亲近主，因为伊是迄个囝，谁的囝？上帝的囝。彼得嘛讲，恁嘛爱做活石，毋是讲做石头尔，是爱讲恁爱做一个活的囝儿。所以彼得在写这个批的时阵，虽然敢若看咧讲石头，但是有另外一定的意思，是咧讲每一个属伫上帝的囝儿，每一个有生命、有气力上帝的囝儿。所以咱今日要透过这段的经文，咱做伙来看这段经文，要互咱会当做伙学习，互咱做伙得到帮助的所在。第一个，咱要透过这段经文做伙学习，就是来到伫基督面前，亲近伊，来成做活石；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亲近伊，来成做是活石。段经文，咱搁来看一解。伊讲着亲近主，伊是活石，虽然互人弃杀，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贝。你嘛着做活石，互上帝用来起造属灵的殿，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彼得伫遮讲着亲近主。因为伊是活石，彼得讲伊是活石。咱知石头伊是无生命的，石头伊是无任何生命力的。彼得用石头，但是伊搁讲活石，这有一个非常强无共款的比较。石头是无生命的，伊是无法度发挥出任何的真实的价值。但是当彼得伊咧讲是活石的时，代表这个是拥有一个活命、拥有气力的，伊是会当显出有价值的。彼得讲着爱亲近主，因为伊是迄个活石。彼得讲咱嘛爱成做是迄个活石。若是咱的生命会当不断甲含这个生命的主。时刻亲近结连，若活出有上帝同在的生命，咱就会当成做是一个活石。拄仔讲石头是无生命的，石头是无生命的，但是彼得伫遮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伊讲是我的石头，伊讲是我的石头。啥物款的气力会当将无生命转变成做是有生命的？啥物款的气力会当互一个完全看起来敢若是无啥价值的、无啥路用的，成做是有价值的，成做是有路用的？是因为有这个活的上帝，是因为有这个生命的主。咱知彼得伊原本的名叫做西门。西门彼得，咱拢在看圣经，咱拢知伊叫西门彼得。伊原本的名是是西门，但是当耶稣呼召伊成做门徒的时阵，伊互伊另外一个名。这个名翻译就是叫做彼得。但是无论是这个记法还是彼得，伊拢有一个意思，就是石头。伊拢有一个意思，就是石头。石头这个名，互咱会当学习一项代志。伫咱还未真正认捌到这个恩典，真正还未含这个生命的主结连的时，咱的生命可能就亲像山土一样，可能是非常无结合做伙，毋是非常的坚固的。但是当主的拣选临到的时阵，就将人改做成做是活的石头，成做建造属灵的宫殿的材料。会记你拄仔一开始讲这个石头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囝儿。当一个人的生命，伊成做是一个石头的时，伊毋是无生命力，毋是无活力的，毋是石头尔，伊是囝儿，
伊是真做一个人，恢复一个人原本的生命，恢复一个人原本的价值，恢复一个人原本应该爱有的模样。当时人还未明白稳定，佢生命可能是非常的无清楚的，非常无法度通了解生命的真相是啥物。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竞选来的时阵，当稳定来到生命时，人的生命就真做是活的，人的生命就真做是有活泼的，人的生命就开始得到改变，亲像彼得的生命是安尼。当伊过去还未真正认捌到耶稣的时，当伊头一摆伫认捌，头一摆拄着耶稣的时，伊的生命还未得到遮大的反转。伊原本是一个佫是一个伫讨海的人，伫掠鱼啊。伊拍拼，伊的拍拼规暗的时间，拢无掠着鱼啊，啥物拢无得到。就是当耶稣出现伫伊的生命，带互伊一个真大的反转，互伊看到这个耶稣，毋那是互伊掠着鱼啊，佫较重要，互伊的生命嘛要开始得到更新，得到改变。而且上拄仔咱读嘅经文，伊讲上帝用这活的石头。用这活的石头要起造上帝属灵的殿，要起造上帝欢喜属灵的殿。上帝即马在用这的活石，上帝在用这的活石在建造一项代志，就是属灵的圣殿。过去咱咧这个系列咧分享的时，咱拢咧讲起造家己的生命，起造伫耶稣基督这个石盘，更新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会根基徛了非常稳固，但是当咱徛了稳固，耶稣继续经文看，主继续用咱的生命起造属灵的圣殿，互咱知咱的信仰、咱的生命，毋是咱家己在生活尔，毋是咱家己在经历尔。起造属灵的家，起造上帝的圣殿，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上帝的圣殿毋是一个建筑物尔。上帝的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尔，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圣殿，正着咱每一个人真做是一个活石，做伙来建造。上帝互咱会当起造伫伊这个根基。耶稣讲，咱伫伊的话顶面含伊结连。佫较重要的有一个佫较大的目的，就是互咱每一个起造的人，每一个含伊结连的人。要来建造这个属灵、属神的圣殿，借着咱的生命，伫咱即摆这个时刻来为着伊来做见证。基督的信仰绝对毋是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毋是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毋是讲我有做啥物，我有修啥物，我应该爱做着啥物。更重要是，咱来到一个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咱来到是一个活的主的面前，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成长，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更新，互咱的生命通因为安尼会当来回应。咱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咱所相信的基督的信仰，毋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尔，毋是一个社团。嘛，毋是伫遮，互咱只有享受，互咱伫遮会当有真好的空间。佫较重要一个基督的信仰，是互咱来到伫即个永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互咱会当成长，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互咱的生命得到回应，也亲像彼得伊讲，献上咱家己真做是活石。献上家己的生命来起造这个属灵、属伫上帝的圣殿。所以，伫保罗先生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嘛讲，伊讲兄弟姊妹，既然上帝安尼怜悯咱每一个人，保罗讲，劝咱每一个人，着将家己诚做是活的祭物献互上帝，专心侍奉伊。互上帝得到欢喜，这就是咱应该爱献上真实的敬拜。保罗讲爱献上活的祭物。过去伫献祭的时阵，旧约时代伫献祭的时阵，迄个祭物是已经无生命力的，迄个祭物是已经无生命力。
但是保罗伫遮所讲的，伊讲献上活活的祭物，献互上帝。迄个活活的祭物代表就是咱每一个人。活活的祭物代表是咱每一个人，就亲像彼得咧讲的活石。献上代表活活，就代表是献上咱所有的人生。献上一个用耶稣基督心意的人生，也提醒咱无任何保留完全的献上。所以第一个，咱每一届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亲近这个永远的耶稣，永远的主，也因为伊是我的。因为伊是永远我的，咱亲近伊的时，咱的性命嘛，搁一届得到我，得到活命，得到快乐，然后不断更新，不断起造，不断伫这个所在得到上帝的帮助甲鼓励。第二个，咱要透过这段经文继续来分享，就是咱徛伫耶稣基督顶面，信靠伊。无抵到失望，徛伫耶稣基督顶面，信靠伊，无抵到失望。拄仔咱所读的这个现代台语的圣经，伊是讲无抵到失望，但是伫别个版本，伊是讲无抵到见效，伊是讲无抵到见效。但是咱搁一摆来看这段彼得前书的这个经文。伊讲，因为圣经有记载，看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是受敬宝贵的赐甲石，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这个石对恁正会信的人是宝贵的，但是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彼得伫遮，互咱搁一摆看见着。这个石头，这个活石，伊毋若是活的，伊搁较重要是一个赐甲石，伊是一个非常重要定位咱生命方向、生命的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当咱看圣经讲赐甲石的时阵，伊在讲是一个建筑物上重要的基石，特别。伫以早古早的时代，特别耶稣因迄个时代，这个赐甲石伊决定这个建筑物伊要安怎起的方向，甚至伊嘛决定规个建筑物伊的稳定。这就是赐甲石，就是伫这个厝，这间厝上边啊角落上大地上重迄个石头，这个石头决定这间厝安怎起。决定这间厝的方向安怎进行，决定这间厝伊敢会起了稳定。彼得伊伫遮，伊嘛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伊共款的引用这段经文，伊讲：看我伫西安放一个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赐甲石，信靠的人袂着急。伫以赛亚书是讲袂着急。咱今仔看的是讲袂失望，但是咱看见这个经文，互咱知信靠耶稣的人，耶稣真做是咱生命的赐甲石，耶稣真做是咱生命的方向，耶稣真做是咱生命稳定、坚固、上大的快乐。互咱无论是以赛亚书讲袂抵到着急。也是彼得所讲的，袂抵到失望；也是其他版本的讲，袂抵到见效。为什么安怎讲？为什么安尼讲？咱拄仔一直咧讲彼得前书是耶稣的使徒彼得所写的。当彼得伊军队耶稣的时，经历非常侪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医病赶鬼。彼得嘛伫耶稣的身躯边听耶稣侪的讲道，听伊讲侪真理，但是当耶稣最后要受定、要受了、要受定十字架的时阵，
彼得有3届无认主，彼得有3届无认主。然后伊非常心非常的悲白，伊的心非常的艰苦，非常见笑，伫遐哭。但是当耶稣搁一届上天了，耶稣到伫伊的身躯边，甲彼得讲：彼得，你敢有爱我？彼得，你敢有听我？耶稣甲彼得讲：你去无养我的羊群。你看见彼得的性命，伊的性命嘛经历着见笑，伊的性命嘛经历着失望。伊的性命嘛经历着这款，互伊无法度去面对的代志。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带互伊的气力，也是带互咱的气力。这也是福音伫讲的，就是耶稣真做是咱的出家者，互咱无抵到失望，也互咱无抵到见笑。纵使咱的性命过去，真正有互咱感觉非常见笑的代志，甚至互咱感觉足失望的代志。甚至互咱感觉足失败的代志，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出家者，真做是咱性命的根基，真做是咱性命袂失望，真做是咱性命袂跋倒，真做是咱性命行的方向的正确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彼得用这个旧约经文甲咱讲，嘛用旧约经文甲咱讲，信的人，这个石头真做根基。但是，这个无信的人，石头就真做，互你跋倒的石头。同款信的人，这个上帝囝耶稣基督，行做你的根基；无信的人，上帝囝耶稣基督，就真做，互你跋倒的。是你个捌互人看过是一个失败、软弱，是一个愚妄的一个象征。但是耶稣对死过活的时阵，互迄个互人气杀、互人放杀的迄个，真做是一个出家者。可能伫人的眼光看，这是失败的；伫人的眼光看，这是愚妄的；伫人的眼光看，这个是感觉见笑的；伫人的眼光看，这是无可能的。但是伫耶稣基督伊所做的。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搁活的，真做是咱性命的根基，真做是咱性命的出家者。所以伫诗篇的94篇22节，这个诗篇是安尼讲：耶和华真做是我会当投靠的石盘，耶和华真做是我会当投靠、会当倚靠的石盘。咱伫读诗篇的时阵，也常常看到诗人伫安尼描述上帝真做是伊的石盘。真做是伊的避难所，真做是伊坚固稳固的根基。虽然透过彼得这段经文，第一个就是，互咱学习，当咱徛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顶面，咱就无抵到失望，咱嘛无抵到见笑，咱嘛无抵到失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赢过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赢过这一切错误误解的眼光，伊已经得胜。最后透过这段经文，咱做来思考，就是咱每一个属于伊的子民，咱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竞选，咱做伙来宣扬伊的奇妙的作为，咱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竞选。也做伙来宣扬伊的奇妙的作为。最后这两段的经文安尼讲：恁是受竞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伫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立伫伊灿烂的光明。圣经讲。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即马是伊的子民。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即马得到伊的怜悯。伫遮咱看见特别的一个竞选，伫遮咱看见一个特别的呼召。咱有一个新的身份，咱有一个新的身份。当咱徛伫这个出家者顶面，当咱用这个出家者真做是咱性命的方向，真做是性命的目标。当咱伫这个出家者不断起做，
不断建立真做是属灵的宫殿的时阵，咱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咱是受拣选，咱也是祭司，咱也是圣洁的国度，咱也是上帝的子民。咱是受拣选蒙恩，咱是上帝的祭司，咱是上帝圣洁的国度，咱嘛是伊所疼痛的子民。这互人看见咱有非常重要的身份，咱受装备，咱受更新，咱受改变，咱受到上帝话语的鼓励，就是爱互咱会当活出有这款的身份。这段经文伊讲，咱过去毋是子民，过去毋是子民。伫犹太人伊的观念，因是上帝的子民。伫犹太人观念，因非常清楚，阮就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对对当时来看，甚至对咱来看，咱毋是犹太人，咱无这款的身份，咱毋是伫下面共款的一个种族。伫犹太人眼光，咱看起来可能是外邦人，但是彼得伫遮讲，咱过去可能毋是伊的子民，毋是上帝的子民，毋是伫这个以色列的子民，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互咱每一个人，无分你敢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啥物款的人，拢因为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怜悯，互咱真做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福音的恩典，互咱有这款的身份。互咱有这款的恩典来回应。伫何西阿书内底有写到，这个先知伊讲，我要将我的子民栽种伫这个土地，我要对迄个无受到怜悯的，互伊显出我的怜悯。我要对迄个毋是我的子民的讲，恁是我的子民。因要做伙同齐回答讲，你是我的上帝。因要做伙回答讲，你是我的上帝。上帝呼召咱每一人离开黑暗，进入到伫伊经文所描写讲灿烂的光明。上帝呼召咱离开到伫黑暗，进入到伫一个灿烂的光明。兄弟讲咱脱去咱旧的人，真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这么离开进入，嘛，互咱想起，就亲像脱去过去的生命，进入到伫一个新创造的人一样，互咱会当得到这种美好的身份。所以信仰毋是只有家己得救尔，毋是只有家己受启造，更重要是回应这份美好的恩典，互咱继续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毋若是伫咱个人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也伫咱的教会继续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利未记第20章26节，伊讲：恁着爱圣洁，归伫我，因为我是恁的上主，是圣洁的。我将恁和列国分开，要互恁成做我的子民。恁爱归属伫上帝，要成做上帝的子民。毋若是咱每一个人，是咱这个群体，咱的教会，拢做伙成做上帝的子民，成做上帝属灵的国度，成做是上帝做伙要起造起来这个属神的宫殿。愿上帝赐福咱，透过这个系列的讲道，互咱搁一届来学习，也搁一届来搁较明白上帝伫咱生命所藏落的这个根基，毋若是咱个人的改变，搁较重要，带来群体也带来教会的改变，继续宣扬上帝美好的作为。这是咱要做伙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26
254首，耶稣做咱坚固地基。咱做伙来唱这条圣诗，然后咱要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公祷。咱一个吟圣诗第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咱做为着几样代志，咱做来祈祷。第一样代志，咱为着咱个人的性命来祈祷，求上帝帮咱，互咱透过今日的信息，搁一个了解，咱是属伫上帝的子民，咱有一个非常尊贵重要的身份，也透过求上帝透过伊的话语，互咱真做是咱性命的主角者，互咱性命真正起坐伫伊的顶面，互咱会当透过咱的性命来宣扬伊美好的作为。第二项，咱嘛继续为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咱的教会，也来使用咱的教会。特别今年教会的50周年，咱无若是伫遮庆祝尔，咱嘛向上帝来求讨，向上帝来祈求，求上帝继续将伊的信息、将伊的恩典放伫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继续坚定，徛起伫这个主角者顶面，徛起伫这个稳固的根基顶面。特别咱嘛为着刷来这个礼拜拜六要来这个礼拜，咱的教会要举行一个这个小组事工的研讨会，求上帝来帮助，也祝福伫这个研讨会。透过遮的讲师，也透过来参与，来遮的教会，遮的兄弟姊妹会当同受帮助，会当得到利益。咱嘛为着最近国际咱看见有战争，看见有侪国际的问题，也是伫咱国家社会的状况，咱嘛为着遮的代志来祈祷。最后，咱嘛为着教会中咱所在，无论伫身体病痛，还是心灵忧伤，还是有拄着困难、拄着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为因来祈祷，求上帝来保守，也求上帝来引带。咱做伙开嘴，为着遮的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我们感谢你，主，帮咱，我们一切感谢。
请耶稣基督，你真做是阮坚固的地基，你就是迄个珍贵贵重的出角石。主啊，互阮的性命真正较无来亲近你，因为你就是迄个出角石，而且是充满活命、充满气力的。互阮每一人的性命起坐伫你的顶面。也互阮每一人的性命，毋是只有起坐伫你的顶面，阮也搁较学习是彼此起坐，真做是主你属灵的圣殿。主啊，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也起坐伫你这个坚固的地基，互阮的教会伫行50周年的时阵，犹原坚固。伫你的保守内面，行伫主你所欢喜的心意，行伫主你美好的引带。特别阮伫要来的这个拜六，阮要举行伫这个50周年事工活动的第二个系列小组事工的研讨会，求主你来保守，也来使用这个研讨会来真做正教会的祝福，也真做是咱富强教会正兄弟姊妹的祝福。透过这个研讨会，透过这个事工，互阮看见主你伫过去伫阮教会美好的恩典，也互阮看见伫未来教会要安怎继续行伫主你的保守、主你的引带。主啊，我们特别为着教会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伫每一人即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拢有无共款要向你祈祷、求讨的代志。主啊，你知每一人的心意，你知每一人因所拄着恶担当、艰苦的代志是啥物。主啊，愿你的安慰、你的平安，临到每一个向你祈祷、向你求讨的兄弟姊妹，特别临到伫心灵忧伤、身体病痛遮的兄弟姊妹的身上。愿主你亲自来帮助因，亲自互因知主你无离开因，主你无放散因，因犹原牵着因的手行人生的道路。愿主你继续引带保护，将阮的教会，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奉献，咱做伙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起因奉献的诗歌。请坐，请翻开《周报》第8页，咱做伙来读本月金句。请到即马，恁犹原毋捌奉我的名求啥物，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搁一摆。到即马，恁犹原毋捌奉我的名求啥物，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请看周报第2页，下周由夏牧师主理，龚硕文执事，其他服侍的同工，请咱家己来看。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后礼拜要举行小组事工检讨会，这是伫教会当中咧传扬富强教会的稳定，甲帮赞所有众教会见证上帝的稳定，鼓励所有会友来参加。若未赴伫小组报名，今仔日是这日，嘛通到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2点，下主日1点半要召开中职团队联合的会议，请所有团队首长会当准备心较参加。第3点，本会定伫4月5号过活节，主日要举行圣餐甲洗礼，若有要受洗的人，请注意报名的时间。第4点甲第5点，咱做伙来看，这是大道团主办，除了耶稣基督受难前40天禁食祈祷，已经开始啊，阁有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3月3日早起时的祈祷，甲4月3号的圣餐礼拜，咱做伙甲主同坐到，感受上帝的疼甲救赎。第6点，本会吴玉轩姐妹伫美国生一个古水的查甫囡仔，叫 Aden， 然后文珍姐甲千惠执事做婆婆跟这阿嬷跟外婆，然后晚祝祝福 Aden 健康快乐长大。第8点，本会郭义弟兄伫顶礼拜上班的时，伫路德发生车祸过身，要定伫3月13台南殡仪馆举行入殓甲火化礼拜，请大家为惠荣姐甲因的查某囝郭瑞代祷，愿主赐了怜悯甲安慰。门徒事工甲建设的消息，第1点，欢迎大家来参加平常日的查经，要查考以弗所书。第2点，门徒学校伫后礼拜开课，欢迎兄弟姊妹参加。第3点甲第4点是咱固定咧开课的社区书法班、音乐班甲查经班，有华语、英文跟青少年查经。拢会当随时会加入。第5点是鼓励大家参加第18期的哀伤陪伴课程，帮赞失去至亲甲所爱的人伫哀伤中得到医治，透过课程会当得到帮赞。请翻开第6页，牧会甲团契消息。然后教会要开放微光咖啡的空间，互需要读册甲写功课学生会当使用。若厝内有学生朋友要读册，会当下课了后来教会读册。其他关怀代祷、总会、中会、社区消息，请咱家己来看。
请翻开第7页奉献消息，请各个确认你的奉献。若有需要更正，请找财务。其他咱请牧师补充。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感谢主啦！今仔日吼，安尼虽然个热个变寒哈，毋过嘛是凉凉哦。今仔日啊，什么日你敢知？啊？哦，咱来甲咱边仔的姊妹讲吼，妇女节快乐，甲因鼓励一下来。虽然这是咱国际节日啦吼，毋过咧咱知影讲对姊妹的尊重、尊荣吼，是咱家庭的福气，嘛是咱教会真重要。每一个姊妹服侍主的恩典啦吼。拄则咱即个佩尼执事已经甲消息做报告，总是有一两点我特别爱做一个强调啦吼。第一项就是咱即个拜六要举行小组事工的研讨会，咱有100-200个报名。假使你讲我哪会绕狗去吼，赶紧来报吼。若有小组，甲小组长报名吼，若无你会当甲教会的干事报名，因为咱要准备即个名牌啦。无你的名，你讲我这什么人啊咧吼？第二，咱是要互外口，咱即摆有邀请咱台湾正教会哦，也有对花莲来的呢，也有对台东的来的。我讲遐拼势咱家己会友煞无来，足无彩。所以呢，赶紧报名吼。咱准备中昼要准备便当，较方便啦。名单整齐，名确实安尼吼。佫一项要拜托咱帮忙吼，就是讲咱平平在办即个活动吼，咱是讲对9点开始对无吼？咱教会兄弟是主人所以你们9点慢慢来呢。咱富强教会一个精神就是吼，准时就是怎么样？提早到较细声，唔敢讲，惊袂赴安尼吼。我意思讲，互家己有一个准备心啦，因为咱到吼，还佫接待啦，接待才人客所以你若到变甲人相争位就歹势咱尽量中午牧师头前这两个中午这个贵宾区咱商量这外口的牧师甲会友咱搭对边坐若坐无够，搭坐去楼顶咱的这个约书牧区负责做交代啦咱大家来协助这点毋茫讲，咱这是今年的50彼年第2场大场的联合聚会，对外开放的毋茫讲咱表现出咱富强人的迄个精神感觉讲无相像富强教会有操练过这点请大家来配合。过来就是咱国外节要到咱每年国外节拢有咧洗礼式啦所以咱尽量较早报名咱茫是讲搁咧丢读慢人即马慢期要来上课的伤慢所以尽量咱会当伫即个3月2日以前报名。有大人、囡仔、健身类拢来赶紧来报名咱那个办公室领即个报名表搁一本手册就是真道手册安尼搁来咱的即个基督受难进前40天的祈祷会大到咱感谢主，愈侪人报名要到300无够，剩295你啦，看见讲你的名遐无伫内底加入也会付佫有2-3礼拜，欢迎来加入毋茫咱突破300个，咱做伙同心守望祈祷。咱有迄个群组会打一张图卡互你，你若袂记得早迄个单，你会当有手机来看内容，该祈祷的内容。若你有迄本手册，佫较好势，内底有经文来甲你协助，咱去1楼来领来领。咱即个祈祷是一个连锁的就对啦，同时进行。伫无共款的所在，假使你无惯势禁食，还是你体质无适合禁食，免客气，你就是祈祷照常食物件嘛是爱祈祷佫拄则有报告讲，咱受难日进前的即个受难日的礼拜即个时间呢，请甲咱留起来伫即个3月4月初3佫另外一个咱
今年的受难周要有一个较特别的灵修的活动，咱感觉讲受难周迄礼拜吼，咱来专心来思考主为咱受苦的意义。所以咱今年吼，咱的大祷团勇敢啦，勇敢来办什么？透早的祈祷，咱富强教会吼，透早的祈祷以往较少哦吼，有捌办啊，毋过较少。咱今年吼，伫迄个受难周的拜一到拜四，拜一到拜四就是3月30开始，连续4天透早哦，6点要来灵修祈祷，啊要来读经默想。敢若差不多50分的时间尔。那假使你想讲，我吼要上班要安怎吼？咱先来款款的吼来教会做灵修祈祷，啊了差不多6点50散会，啊咱会赴通去上班啦。除非讲你是早班的，5、6点就要上班的吼，啊咱嘛要有咧准备啦。想讲大家遐早出来吼，啊无食早起要安怎？咱会准备简单的。早点来互咱，所以若有要参加，尽就开始报名，因为咱报名要准备吼，准备早点较方便吼。所以特别哦，这受难周哦，3月30到4月初2，若你要参加，甲咱的办公室登记一下，咱知影讲偌济人，咱要准备早点较方便哦吼。也拄则已经有报告了，毋过牧师有咱搁补充一个啦吼，就是咱为着咱伫即个。拜二吼发生的一件重大的车祸，就是咱郭义弟兄吼，伫高速公路顶发生车祸，哇，严重甲随客落，就无去啊，性命就无去啊。伫路德吼，迄高行医区遐，2只大卡车相夹安尼吼。迄天早起吼，我拄啊好吼，嘛开车呢，拄啊载我的阿母吼，阮老母要对高雄啊。想讲对东西向的道路要去要入去高速公路，讲奇怪，哪会塞车塞啊呢？哇，一直塞，哪会塞较远啊？阮老母毋捌伫台湾遮久啊，伊嘛想讲，敢是人咧上班塞车啦？我讲以前都无遐塞的。伫路车顶咱接到一个信息，就是咱的持宝老师有接到消息讲，郭义弟兄去急救。我嘛毋知影讲是即件车祸，后来才知影讲哇发生啊！郭义弟兄呢，可能咱第一场会友较无熟啦，因为因拢参加第2场礼拜，伊的太太吼，就是惠龙姊妹嘛有伫主日咧服侍，伊的细囝即个郭瑞吼，国小3年，伫咱主日吼，对于幼稚园就来咱遮。因为因搬来伫东区住，毋过伊的会籍是伫，伊讲原来伊的出身的教会是伫路德啦，伊的爸爸就是郭文信牧师，所以逐个人吼，听到这个消息，拢心肝足艰苦，足毋甘。44岁，要伫拜5吼来举行日牧式，礼拜6伫个别式，因为咱拜6拄咱教会要举办迄个小组研讨啦，所以。牧师会伫拜5去参加参加日牧式伫台南即个所在，请咱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愿上帝来怜悯、安慰、扶持特别互伊的负责人会当行过即件的哀伤佫有其他的消息，牧师简单讲就是咱今仔日有恢复午餐大家踊跃来参加，佫另外就是咱拄则有讲起着青少年要举办这读册开放空间，就是咱对面整理好、真水、真光的空间，要互小青少年来读册。咱最后是家长来鼓励啦咱富强教会较早就有这读册的传统咧，拢开放空间这青少年来研读，互因伫遐安静进修，嘛有要派同工来甲因辅导协助大家来踊跃来鼓励安尼。佫最后一项就是讲，咱听见美国以色列去攻打伊朗的消息，是圣经内底有真侪的讯息是甲伊朗有关系，所以真侪人咧想讲，这个到底是甚物调头？伊朗就是较早的波斯呢，波斯啦，圣经内底讲的波斯啦，到底这件代志会演变安怎？实是咱心内足大的一个，算讲一个疑问甲惊吓。
求主怜悯，这个世界唔通因为安尼大变动、大危害安尼咱唔知迄个投影片内底有即张即个富强教会的门徒学校无？即张图卡，咱同工即张伫遮要最后要甲咱补充，就是讲富强教会一个文道学校中级班真欠人参加，咧开放报名，但是足侪人无注意到，无参加，实在足可惜咱后礼拜就要开课若人数无够，咱搁停课去，足无彩啦即个名单足少的，咱看无啥清楚我简单讲一个，内面的课程真重要就是你有读过第一期的第一级的文道校，即马升格做第二级的。咱旧年准你有参加过，赶紧来报名因为咱要准备修册。第二，我望讲咱各团体、各小组会当鼓励也毋捌读过来参加第二期的，鼓励至少1、2名来报名包括咱的中级因为这内面有啥物课程呢？我简单讲，我靠圣神的大权能，你要靠圣神来做工。第二，伫试探中得胜，反败为胜的人生，祈祷的快乐，财务蒙福的秘诀，福音的价值，过来是侍奉带节侍奉的人生，过来演习要安怎为主来做见证，包括中间会顺续介绍讲，安怎伫幸福小组来做福音的事工。这拢是每一个要服侍主的人足要紧需要的装备啦意思讲我都热情就好热情啦无够装备，你会真紧的冷气你会感觉无快乐所以有圣神的快乐帮助你才会当伫生活、伫工作、伫服侍顶面来成长。特别今年咱50许年我望啦第一有读过第一期的，第二你已经是干部，也未读过这个课程的，请你赶紧来报名。咱后礼拜对第一场礼拜要上课，第二场来参加礼拜安尼望讲咱会当有达到人数通好来做这方面的演习大家拢平平地都做就啦其他的消息咱有放伫这个电推的广告咱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多谢。上人，咱请起你经转手。受上天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大家请坐，咱列岛来避会。
第一档的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